探究學習係我哋學校1年1度嘅特色學習課程。課程嘅縱向設計，讓學生經歷唔同性質嘅探究，並配合多元化學與教策略同埋產出，提升學生共通能力、研習能力，同埋促進佢哋自主學習。主題學習活動亦貼近生活經驗，擴闊學生視野，提升學生學習興趣。個別嘅主題探究更加涵蓋正規嘅課程，配合 STEAM 發展以及中華文化元素，讓學生能夠融合各學習領域知識，進行跨科學習，從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、加強文化安全意識以及提升民族嘅情感。活動以學生為中心，透過同級異質分組、多元感官學習、小組合作學習以及課業嘅設計等等嘅策略，促進學生積極投入參與，從而加強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。就各級嘅學習目標，觀察學生參與嘅表現，檢閱學生探究課業與最後產出嘅表現等等策略，作為評鑑嘅取向。大家細個玩咗啲咩呢？1年級嘅同學咧喺探究周咧就玩咗一啲傳統嘅玩意，例如拍公仔紙啦、拋爪子。咁除咗認識咗舊時嘅玩意之外，佢哋仲可以親手動手做屬於自己嘅玩具。我哋希望咧佢哋喺玩具裏面咧加入咗一啲科學嘅元素，等小朋友咧可以寓玩於學，感受中華文化之外，亦都可以變成一個發明家。我最鍾意玩蜘蛛網，因為可以爬嚟爬去，好似蜘蛛咁樣。我最鍾意放逐蜻蜓，因為可以睇住佢去天上飛，好似直升機啊！我最鍾意玩磁力水族館，因為可以用磁石吸住呢耳仔喐嚟喐去，好神奇。我學識分組同同學合作，真係好好玩啊！我學識玩傳統玩具，覺得好得意，下次我一定要再玩。我學識設計自己嘅玩具，希望可以整多幾款啊！校園開查咗2年班嘅同學咧，會變身營養小專家，用五感探索啦，以水果嚟蘸同埋做科學實驗，揭開水果健康嘅秘密。透過設計水果餐單，我哋希望同學明白到識食嘅重要性，由細開始鍾意食生果，身體都會強健啲㗎。好玩啊！我最鍾意水果沙律，因為又可以自己整，又可以試食，好開心。我最鍾意榨橙汁，因為第一次自己榨汁，仲飲到自己整嘅果汁，好好味啊！好玩，我鍾意超級市場購買活動，好似真係去咗買嘢咁，仲可以揀唔同嘅水果。我學到煮水蜜桃雞柳要控制火候，唔好整親自己。我學到每日要食2份水果，對身體好健康㗎。我學到要食唔同嘅水果，咁樣先可以吸收唔同嘅營養㗎嘛。你睇我同卓橋幾健康。
3年級嘅同學會用科學探究嘅精神，動手動腦咁樣做商品嘅測試，仲會寫埋測試嘅報告，教啲小朋友唔可以淨係睇包裝，仲要識得分析數據。細個就學識點樣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。我覺得呢次活動覺得好特別，因為我唔止學咗學習，仲可以動手做實驗，學習過生活中用咗好多知識。我好鍾意呢次活動，因為我唔止聽老師講解，反而親身咁樣去實驗，令我學習更加有趣。我感到很開心，因為同同學一齊合作，一齊做實驗，仲可以知道邊樣嘢最值得買。我學咗點樣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，以後買嘢嘅時候更值得選購最合適嘅產品，唔會再浪費錢。我明白咗科學實驗嘅重要性，以後可以用來判斷物品好定唔好。我學識咗點樣和同學合作，以後在學習上都能更好地分工合作。咁今年我哋嘅主題就係健康生活嘅 Set Go， 要生活得開心咧，身心健康係好重要噶。4年級咧，我就透過唔同嘅活動啦，教同學咧要建立健康嘅習慣，咁咧就學識減壓同埋正面嘅社交。我哋嘅目標咧就係增強大家嘅抗逆力，同埋咧幸福感，將校園變成一個充滿正能量嘅加油站，大家一齊加油！我最鍾意同好朋友一齊畫畫，我哋分工合作整咗一幅彩色地畫，畫完之後我覺得好有成就感，壓力都走晒。我最鍾意整健康雪糕，原來唔使加好多糖都咁好食，咬落去甜甜地，仲好健康添。我最鍾意同同學一齊跳舞、唱歌、做活眼操同埋做背脊操，我覺得心情輕鬆咗好多。我希望日日都可以做一啲減壓嘅活動。我學會有關午安嘅知識，學習咗好多減壓活動，真係好好玩㗎。我學咗有關健康生活的知識，同埋關心自己嘅情緒及心靈健康。我學咗護眼操，同埋背脊操，同埋可以用粉筆畫操場地下，真係好新奇㗎，好好玩㗎。粵劇係世界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。5年級嘅同學會全面挑戰唱、做、練、打4方面，由化妝、武打到音樂都逐一初探。透過呢一場綜合嘅藝術體驗，同學最後會踏上舞台，親身演出粵劇，嘗試呢一份傳統文化嘅魅力。我最鍾意化妝堂，因為覺得好神奇，只係用咗紅色、白色同埋黑色3個顏色就可以化到一個好靚嘅妝，好似變魔法咁樣。我最鍾意同成班同學一齊唱戲，大家一齊唱得好大聲，好有氣勢，我覺得自己好似變咗大明星咁啊！最好玩嘅就係打鑼鼓，因為好難，如果我打錯，
同學就會唱唔到，但係打啱咗就好勁，成套戲勁咗。我學會咗粵劇係一種歷史悠久嘅藝術。以前冇手機嘅時候，大家就會一齊去戲棚睇大戲，我覺得好有意思。我學識咗點行台步同埋喇叭手，原來喺台上面行路都要有姿，要表演得好有禮貌同埋威嚴。我學會咗點樣欣賞粵劇嘅樂器，例如二胡同埋鑼鼓，佢哋可以帶動成場戲嘅氣氛，真係好犀利啊！